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DJ Yin，分享苏坤安雄风法。相信青岛的人只有去过高漳海交通，呢两片呢有了翕相打卡。大家知冇？呢两安江嘅交通副区呢有一张同特别嘅小渔村，到后面渔村。等等呢，规划之下，两片呢蛮有青态嘅变化，同时有青岛嘅人两下要来两片了哦，因比安尼非常嘅欢喜。有抢到节目当中嘅系头摆后面国手嘅教总，两下呢系三星国手嘅教总，杨登芬杨教总，教总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一位来宾呢，是人江新冠嘛青江的职工团的团长蔡怡文，怡文你好。你好，大家好。嘿，你好，分享两位，嘿，咪呢出节目一下教总吼，然后大家呢来了解一下头摆嘅后面渔村，然后呢变动样板型的呢。好，那个后面渔村吼也3年变化千多吼，前6年两多嘅后面结束做高中以前吼。一个状况就像几度我哋上海3区相同，好山好水好年轻。但问题是对细年的后生嘅来讲吼，就是讲好多老人家好无聊吼。明日咧我哋3区就学生嘅上课，后生嘅介绍老人家要相同去做27家嘅唔同，早晨几无限。无限到暗晡过来，3区个过动人讲几无活力安尼啦。今也拄好呀。做甜精那样系嘛？非常甜精他家就讲加蛋糕其他人也行路的人介绍，讲到无自己迄无感觉讲计有人去过安尼。再来也104年差不多5年嘅下边。我哋都好有嘅云管国家应该嘅云嘉南国家风险管理处来补助我哋嘅后面唔种一个3D 彩绘一个计划，都一个计划我哋拄好语文小字都从个特别是条路过来，都好我哋拄到14年，14年代我哋想讲一个3区安好嘅资源安好嘅人，可以学校嘅教育可以听住人做乜嘅事情所以也有开始我哋同嘅3区嘅职工带过来学校方对高中嘅高中班工堂，你教员用嘅讲做口语表达用嘅同小解同嘅外片嘅游客来小解一个安度嘅话。但那用开始听到一个社区营造还有导览解说的事情的发生原来呢，故事就按样发生的哈。今日你哋下每一下疑问，所以讲几长时间呢，用为辞退本来好好一条路哈，转来两片来找个前条路做职工。因为呢，最早之前是有一个牧师，然后他跟我说，有一群孩子，大概20-30个孩子是所谓的弱势的孩子，那他希望说我可以回来陪伴他们，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家有渔温，就养蛤蜊养虱目鱼的渔温，然后因为爸爸妈妈年纪也比较大了，他可能在体力上面没有办法那么大的负荷去做这些比较劳力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可以回来帮忙。就因为这样子，基于这2个原因，所以我就想说，我反正工作在台北工作也20年了，该回家了，所以我就因为这2个原因，我就回来了。那也开始做一些社区的工作，然后也认识了杨校长。那杨校长也刚好跟我说，那你是不是一起来加入在社区营造上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或许这也是另外一个人生不一样的体验跟不一样的风景。对。咁你还记得嗰段时间，係唔係有一位真心商號有嚟兩片呢來畫圖來彩繪，然後大家來了解一下嗰段時間過程。刚开始曾老师来我们好美里画画的时候，其实真的遇到很多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彩绘它必须就是因为由交通部观光局它要来
画的时候要先征求同意书，所以我们都必须要挨家挨户去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签同意书？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那里的渔民，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封闭型的一个社区，所以大部分人都觉得，你画彩绘干嘛？这个对我有什么帮助？为什么要画在我家？对，为什么要画到我家？你画别人家好不好？那所以说，我们刚开始去拿那个同意书的时候，就是很多老人家就说不要，你不要来画我家，你去画别家。到最后呢，讲到最后是说，后来有一户人家是曾老师画的第一幅画，叫做《海底世界》。那在那一幅画的那个那户的人家就说，好吧，那都没有人要给你，那不然先你画我家好了。就一画完之后，哇，每个人都觉得说，画起来效果不错，而且可以，因为我们那个地方东北季风非常的强烈，而且又盐分很高，因为毕竟在海边。对，在海边。那所以他们看说，他涂了好多层那个防水漆，又涂了好多层的这个保护漆。他说，那或许这样我们家的这个墙壁也可以受到保护，就开始真相说，那你来我家画，顺便做防水的工程。对，顺便做防水工程。所以因为就这样，所以就开始慢慢的开拓了这个曾老师的这个画作。那刚开始来画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阿嬷，她在看曾老师在画第一幅画的时候，她就走过来，双手背后面，然后她就说很严肃的说，哎呦，这个少年啊，这么热，因为是去年的5月份、8月份嘛，好热，你不要在这里画，你再画中暑了怎么办？你赶快回家。然后呢，曾老师非常的就是很有耐心、很淡定就回头看了一下，他说，这个阿桑，你可以准备这个做生意的工具，你可以准备做生意了。然后这个阿桑还觉得说，哎呦，拜托，我们这里都没有人潮，你叫我准备做生意，我是要卖给谁呀？结果呢，果不其然，画完以后大概1个多月之后，开始人潮就进来了，对，所以这个阿桑就开始真的摆摊做生意了。哇，所以带来了很多这个观光的人潮，还有生意，这样子一下就蓬勃了起来，对不对？没错，热闹了起来。是，那校长也是有目睹这一切，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人潮上头的改变？我说像一开始啊吼，也去涂抹迄个啊，去涂抹迄个，眼镜衫去平常是无几年啦。其他你讲墨涂个去后面的墨涂无墨去浅涂啦，墨个凝合就会落去所以第一啦从眼全部咧衫去的这个好上的妈妈用做色做迄个这个拿个相机，这个翕，这个生意呢，因为本身的有动奖，去涂墨差不多差不多5年，再来第个礼拜。看啊，脸书当过去的 ，Facebook 上去的，奇怪，你来哟，四个来哟，差不多一个时间，差不多10多年了哦。再来一阵咧以后，奇怪，有两三个家庭唱啊来哟，60个人，他甲抽点，他甲设计咧，又去甲自拍，又上传脸书，又打卡，打卡以后的再来看到两个人潮，也系曾老师们观音子呢，跟去画，画了他们听种画给他们风管处美国聪明，还有唱给部落客，来收街，所以个是差不多T上人家就差不多1000年以上。哇，几懂奖啊所以大家做啲嘅做生意嘅有拄到个一般人的暑假。这是剩下的国庆给他们年假下面还差不多，而且剩下的就是破5万人呢。涌进我们的小渔村，然后涌进了30万人，哇！年人山人海，真的是。不过俩下看到成果诶，几长时间呢？做个语文转到最后名存个时间等大家来做这个社区营造，同冇？个心情係冇共用诶，因为此题投入天数复卡，因为天数俩沙期，做对老大家来讲一下这心路历程嘛。其实刚开始我辞掉工作回到我们故乡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你以前100万年薪哇，100万年薪，然后你现在回来做这个工作是几乎没有收入的，那你是不是这样子？你要怎么养自己？嘿，太敢一骂你开始骂你，对，真的一直骂你，然后说你怎么会这么笨？你怎么那个就是脑子是哪里？是发烧了吗？你有事吗？对，你有事吗？真的是，现在年轻人很常讲说，你真的有事吗？我就说，我有事。对，那后来，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回来的第4个月，
那我的公司，我的前公司的副总，开车从台北，然后到嘉义好美里。然后我们就是跟曾老师，就是曾敬成曾老师，就是这个彩绘大师。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在一个树下面就在聊天喝咖啡。他想要挽回你，是不是？对。然后那个我们副总来了，他就问我说：“哎，一问那个你已经回来4个月，那你之前那个空缺哦，到目前还没找到人。”然后我心里想，等你回来。真的。然后我心里想，其实我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因为被很多的人耳语就是闲言闲语骂你说你怎么那么笨啊，你怎么会哪一根筋不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压力很大。然后副总刚好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很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把我的我把我的那个就是我的衣服啊，全部塞到行李箱，然后我拉着他说：“哎，副总，不然你载我回家。”我其实很想做这件事情的，我很想跟你走。可是因为那时候刚好曾老师也在那个地方，他就说：“怡文，如果你走了，你就证明一件事情，证明什么？证明你就真的办不到。”我心里想说：“我这种人怎么可能办不到？我一定要留下来做给大家看。”是，所以呢，我就跟曾老师说实在话，那时候那一阵子在晚上的时候，我都自己形容自己是怎么样，就是晚上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然后因为有伤痕被人家割，然后我自己要擦药，擦完药以后缝起来的时候，隔天早上再放回去，一样笑脸迎人这样。哦，真嘅非常的坚强哈。好，嘅董感谢呢，对你们老大家来分享了一段哦。嘅下你先休息一下，等下整到节目嘅现场呢，为老大家讲，佢唔但想自家去做，还会带点呢青岛嘅职工乡下来做。你先休息一下，等下再来。我的这个画呢，就只是一个配角，真正的主角就是来到这里的每一个游客。然后他就说，虽然我的背景是一样的，但是呢，每一个游客来都有他不同的故事，所以他带走的也是不同的故事。哇，我就听了觉得哇，真的，一整个感动，有给马皮，对，整个点，真的就要拿扫把来扫，你知道吗？分享真多节目嘅现场，家下呢，按你嘅职工团嘅团长疑问，然后大家来讲到呢，自家辞退头路，真多后面唔成，但因呢，做职工嘅头路哈，家讲到呢，心情呢非常嘅复杂，同时真辛苦哈。疑问，系咪老大家来讲一下哦？这个自家呢，除了晚上要疗伤，不过听音乐呢又要欢欢喜喜哈，再过来做些，同时还会带点青岛嘅职工乡下来做，让大家来分享一下。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刚开始我们回来带志工，那因为我们那个社区，毕竟就是我刚刚有特别讲到说，它是一个比较封闭型的社区。那以前这些妈妈呢，她就是台语有一句话，我不晓得可不可以在这里说，但是我觉得蛮传神。她说“顾翁顾囝顾迄口鼎”，就是顾先生顾小孩，然后顾那个厨房的那个煮饭的那个锅子哦。是，然后呢，就很没有空，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所谓的空间跟成长空间。那刚开始的时候，我在带他们，因为校长那时候要训练我们的口条，所以我们就是把大家集中一起。然后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她以前也没有接触过人群，她就是家里的这些事情。然后刚开始带的时候，就是抖，然后完全说不出一句话这样。可是到了最后呢，他们慢慢的训练，第一次、第二次一直熟能生巧之后，到最后他们可以跟游客有很好的互动。然后呢，游客也很喜欢他们这种热情，然后这么样的接待这些游客这样。然后我还有记得最重要有一次，我们的校长真的是他非常的热心，他呢怎么样？他帮我们介绍了一团哦，就是接了一团就是7台游览车，一次7台游览车。哇！我们所有的志工，你知道很多人，7台的话大概280个人左右。
然后呢，就是校长介绍我们，然后那一天校长刚好有事不在，校长不在，我们所有的志工就是一起出来，太搞莫干莫散，真的一定要把它顶起来。为什么？因为校长要顾校长的面子嘛，所以我们一定要顶起来。然后结果你知道，那导览到最后开始打雷，啪，然后下大雨，然后下大雨之后呢，你知道每个人为了要就是保有这个。我们豪美里的荣誉，还有校长的面子，我们导览的时候就是下大雨，我们全没有穿雨衣，没有撑伞，然后就这样子导览完，然后最后呢，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所有我们很冷，然后就在雨中拍了这个照片，然后把它传给我们校长看，说我们真的尽力了，懂认真哈，真的，给到这个记得无按感通的事情。这时间吼，真是佮设计佮深刻。我讲讲啊吼，员工啊，佮舍不得啦，因为真是咧，安泰团体280人的啊吼，每度也差不多7个8个志工，啊，伊全部并下伊咧投入，啊，卢卡，有迄真诚，有迄分队，啊，来做安尼的施工，真是佮感谢伊。一开始啊吼，佮感谢伊佮有心，我就同我讲啊，遐个啥起啊吼，哈尼办突发有诶，啊，人较来去啊吼，无人听伊讲啊，遐突发嘅故事，无人带人看，又无人带人讲啊，遐个沙琪嘅故事，其實人哋沙琪背到東西有西班牙嘅馬祖哦，所以有對歷史文化，有全國級嘅好米料實體，一個全部改好嘅，問題是冇再聽人嚟講。在地嘅故事，大家看佢翕相做這位哈，所以一定要有人來解釋。所以，咱有解釋，伊就同伊講有個想法咧，佢講好，替拜，俺哋搞辦公堂，搞中辦公堂，大家結合。幾多少年還記得冇？幾多時間？差唔多8年左右。哦，8年一開始嘅時間，最後30歲。哦，最大年紀差70歲。哦，退休當久誒，真的。佢叫誒，早期早期誒，吼，送阿伯出嘅啊，你看，好，高中唔講啊，吼，愛人解說，哦，解說到嚟我愛，即個大家報名，問題是可以講好，俺哋可能也是，幾時間像scan圖畫嘅講好，俺哋可能一個3D 彩繪體嘅科學嘅原理，那個。用嗰叫3D， 係啊，用2D 同3D 嘅差別。而且方便啊，錯冇？天年，唐都也個用嘅設計設計吼，真是咧設計做阿美人吼，做阿爸人吼，嗰位90年咧。哦，問題是等於去到他個面前啊吼，面前嘅講法吼，嚴格嚴重。嚴格認真哦，同俺講嘅話吼，一隻是一句話下下來，配出來哦，有嚴重哦。開始講啊吼，俺高中意思唔咩安尼，俺高中意思是講啊吼，連安度嘅生活經驗，或啲一個土地生活研究嘅，可以講20年嘅經驗同遊客的解說一個土法。還有一個土地的故事嘛，就安尼。假起來，錯冇？這時節替拜上課，俺哋還記得冇？俺帶出去實習。對，我們還要去實習哦。用嘅實習那一片就是走一圈，然後每個人負責講，這樣講一段轉一段。然後呢，大家做談款啊，按用講做得冇，係嘛？按用講，係咪大家談嘅事啦？氣氛冇，中意冇。先內部即個訓練出來。係。哦。講法誒，佢講誒，只藝伊個想法就講啊吼，伊唔係專業嘅，問題是也是在地嘅，在地人啊，講嘅故事一定會感動人，感動人故事要練習，點啊？過了2、3年了啊！係練2、3年係冇？變化差幾多呢？哦，大家做嘅練習影像，做嘅攝製圖畫，然後呢，還有在地嘅文化故事，做演配演講，再個加寫時節嘅經驗係冇？冇錯，其實啦吼，其實差唔多睇上面人，但係只有金牌導演語文出來啊！吼，大家有自己愛好，有自己愛好，比如講啊，你語文團中，你愛好就疑問小姐。對，疑問小姐，question mark。哦，疑問，哎呀哈，有乜問題就問，你就抄。對，有問題就問疑問，所以我的名字就叫疑問。這樣。其實差唔多讀到9年10年連假，連開始，人哋結束，你看到一個人可以接一團，哦，這時間人哋心中有幾大成就感。
真紧呢，就知道家的病呀袂错哦吼，已经好多的好多耶。同时呢，做者比体缝来丰富哈，又系体缝送给你，给疑问小姐哈。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要爆料一下我们校长，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彩绘必须要去清理，要不然会有很多的风飞沙哦，然后有时候树叶会掉满地，然后我们就会跟学校一起组成一个就是所谓的清洁队，然后我们就去清理。然后我记得我还拍了一张照片，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校长刚好在对，刚好换上那个雨鞋，然后一只雨鞋，一只皮鞋，又爱有了，在那里扫清理。我觉得这些蛮可爱的哦，咱个一扎还唔伫那些嘛，对，都冇海，都冇海。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因为那时候曾敬成老师因为我刚刚有讲到，我们那个地方东北季风非常强烈，风轻台，今年差不多4度吧，所有的虱目鱼都3度死掉了。哦，太冷哎，很冷，环冻。然后我们曾敬成老师要画画的时候，你知道晚上很冷，然后就手抖，把那个画完，然后打着这个灯光，因为有时候要夜画，打着灯光昏暗的灯光，然后呢手里呢拿着画笔，然后抖，把它画到12点。我有时候看的实在是觉得是感动啦，其实真的是感动，没有错。哇，两帮土嘛还真辛苦哈，给七家一三营吧，黑冇，做一个一三营安补呀，自己一个人晚上。对，我们都负责送热茶、热咖啡，然后有的时候送点热汤去给老师。酒安尼。大嘴骨哈。哦呀，因为创作吼，一个人每天人，每个人也，按昨天也，按骨头就同埋穷卡。色茶，就大嘴骨，有下吼，有冇食饭，继续挖，对，真的，挖有阿吉提，真是你看到伊，安尼看到伊每天人对安尼的相机，安尼尽心尽力，所以安尼讲啊，做天人话，迄咩眼界搁做较多些事情，为伊个安认真的人啊吼，就安尼完成一个梦想，安尼再来用无穷用的方式，再同伊个共襄盛举安尼。有样哈，给疑问小姐这个有一个疑问问到，要问我，问一下呢这个第一子宫嘅投篮嘅经验当中啊哈，有乜嘅印象较深刻嘅事情，还有用厉害吼有问过唔乜嘅唔记得咧？我记得我印象中最深刻，我就是有一次。我刚回来的时候，然后我跟曾敬成老师认识是在于就是有一次，因为我们那个地方10月份10月份的时候是我们那里非常忙碌的渔忙季节，因为要收蛤蜊、收虱目鱼，然后刚好有一个李明叫阿欣，对，他就跟我，他平常都是在送饮料给老师的，因为那时候又冷啊，有时候又热，冷热，然后他就说，我现在我渔忙了，我没有空去送东西给老师这样，然后呢，他就说，那怡文，反正你回来没事干嘛，对不对？没事干，所以就搞混，对，他就说，要不然把这个工作交代给你，那我就说，好，交给我，我来这样，然后就开始送饮料，帮老师送饮料，有时候送点心，然后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很感动的事情就是说，曾老师对待每一个游客。他都是亲力亲为，他就跟他介绍说，我跟你讲这个要怎么画，然后呢这个要怎么拍才会漂亮，然后他又会怎么样，你知道，他就会跟我们分享说，他说我的这个画呢就只是一个配角，真正的主角就是来到这里的每一个游客。然后他就说，虽然我的背景是一样的，但是呢，每一个游客来都有他不同的故事，所以他带走的也是不同的故事。哇！我就听了觉得哇，真的，一整个感动。有给马皮，对，整个点，真的就要拿扫把来扫，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感觉，连起来。但这是我最感动，然后印象中比较深刻。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感动你很深，所以就会继续去做下去，对。所以每一站就係導覽志工啊，係唔係做親愛學翕相係冇？愛天數嘛吼，你係有啲教育地圖冇？教育地圖是安尼啦吼，安尼個是有個官方版本，伊個官方版本伊講啊用的翕曾老師為什麼講啊？一個圖畫差唔多，一個正式的角度，用的一個拍最漂亮。去到那一片，你呢去到那一片，攝影師的那一片，就有，對，每個人的位置不一樣，按怎樣？
但是俺哋呢今年有那个习惯哦，如果那个画面官方版本以后啊，也自己会尝试。哦，系啊，会自拍。可能某种国度咩？对，哦，像某种国度，啊，那个子宫啊吼，没相同安尼搞。哦，但人哋生意能搞，人哋去搞实验。人哋子宫还搞隐藏版的翕相的国度，很可佢爱哦。神奇啊，系啊，啊，就是讲啊吼，人哋子宫啊吼，唔免像我讲，佢生意咧就讲啊，导人各位朋友，大家欢迎大家来用的，讲起来就冇诶，人哋唔免，人哋是皮到，每一个团，每一个人，你也有了解好嘅，你看人家嘅图画嘅好嘅，你讲故事嘅好嘅，算是平，翕到最好嘅效果。哇，真嘅真用心哈！所以呢，糖豆高中还有子宫呢，老太家来小嘅哈，啊你每位子宫，为到地方，为到理学，为到游行呢，做尽心尽力哈，为一切嘅研究，连做翕相嘅角度呢，都冇共样哦。咁等一下呢，啊你先休息一下，整个节目嘅现场呢，我请高中啊老太家来分享呢，做一个学校老沙期嘅结合哈，有乜嘅冇共样嘅地方，有乜嘅故事，啊你先休息一下，等下转来。刚开始会觉得好像不敢讲，可是慢慢的校长在训练过程当中哦，1次2次之后，变得落落大方，很有自信，然后讲出来的话，真的很像小大人哎，而且会打动人心。懂定一下，他们会喜欢这个故乡，他们觉得说，我身为这个故乡，我在这个地方，我很觉得光荣。分享真多节目嘅现场，今日谈到呢青岛子宫嘅故事同神奇，然后呢，我每一下高中老太家来讲到呢，学校老沙期嘅结合吼，高中有冇想到呢？就係我帶定學校嘅學生嘅吼，大家共下嚟做。好，一開始好多好美麗啊吼，因為俺哋上下俺哋美容莊，俺美容莊嘅4年嘅吼，人講啊行上行下唔同美容山下，因為講啦，因為俺哋啊吼，俺哋不管是聖誕國嘅細學校沙期，也係海城嘅沙期，俺哋各有共同嘅記憶，就從啊火山。哦，火山就可以種到嗰叫嘅火嘅田球吼，啊有嗰前區嘅農家子弟，河水就講開海城，哦有個人唔講佢青嘅，哦有漁火啊唔同嘅面貌，真係好年輕，好年輕就講不管太細數百，因為第一個狀況佢盡心盡力，為到一個沙期一個土地嚟做事情吼，啊所以講再來天嘢係講啊，你好美麗啊吼，係講我哋有全國級嘅吼實體，我好美了實體地步也好，有幾多嘅人講啊楓樹林，楓樹林有嗰度水調嘅，有幾多嘅我哋嘅生態幾豐富啦吼，啊再來我哋還有西班牙嘅吼馬祖，馬祖鄉唔係馬祖廟啦吼，啊也是幾有文化意義嘅事情，還是講我哋學校吼有全台灣海城最世界嘅。其實即係接觸嘅好嘅，像一個學校，從1年生到2年生，像33人。哦，全校33哦，3個人，冇錯。真問題是，我哋沙區1000人啦，我哋實體200公頃啦，我哋馬祖廟西班牙，我就講啊，我哋自然可以變到我哋咧廟邊我哋沙飛教師嘛。廟方咧也按照嘅書包變成我哋沙飛教師，再嚟我哋私人嘅實體也變成我哋私人教師嘛，所以我哋講啊，假使從也個變成我哋學校嘅一部分啦，我哋學生咧同也個按他嘅教師地位啲有了學習，我哋變成我哋全國最大嘅學校。真嘅，錯啊！對，變成講對沙期嘅參與度也好，也係重要性嚟講，會一路越重要。哦，很幸福嘅學生嘅，有愛好嘅教育，同時呢，要做一定嘅好多即係自家家鄉嘅故事，會變到呢親愛家愛故鄉，然後呢做啲為故鄉嚟做事。真係，係，嘅
高中还记得，这段时间呢开始用班规划，大家有好多乜嘅當中呢，佢哋就學啦，細細學生嘅呢，啦三色三色係喎，變到呢，你嘅細細嘅子宮嗬，然後大家嚟分享啦過程。一開始啊，我哋前兩年是咧做大大嘅工作啊，因為我哋學校教育嘅目標啊，是講啊，一個社區啊，佢本有嘅學校教育，佢本4年嘅書道教育，下禮拜本後生嘅人從人要投入做嘛，再來也嘅後生嘅都後生下禮拜佢照顧到也老人家嘛，佢留到木卡啫嘛，所以就講其實講學校教育不止對個教師地位對特殊設施，因為係啲除咗老輩低年低師低上低下，但是講所以人講安尼有個功法訓練，以及教會會表現出來，可能說讀寫作，你語文嘅部分，再嚟人講，下禮拜有講嘅英語，人講是講英文。演講看看演的喂哈，我正式了也3年地度里啊第3年啦我哋有11個國家，14個背包客，真勁哦，按到來自世界各地，真是用得到，有用到啦，再嚟就講啊，伊個口語訓練的課程以外，再嚟個前2年因為冇安好嘅子宮回來，所以我哋學校先講，先講練習，我哋對我哋學校每一塊體內我就會畫到埋畫嘅科學研究園地，並4年嘅3天嘅觀察禮拜，幾個禮拜做科學研究嘅開始，再嚟微強啊，請個藝術嘅欣賞，做陶藝嘅欣賞，我哋作品4年去做嘅全部上壁，變成壁方嘅一個作品。哇，裝置藝術啊，有哈，可是嘅在度同人都沒同講啊，語文有國語，還有英文，公開訓練啊，就結合。大家會小嘅有自家做嘅，然後咧練習嘅、學到嘅，再講出來。安尼啊吼，做咗2年，做咗2年，看到我哋4年啊，並喊起來吼，如果啊吼上台3分鐘，下台10年，那麼2年，然後上落。真勁嗬，做得講嘅清好，講本外國人嚟聽嗬，所以個旅行過嚟咧，其實做得好好小嘅哦。印象好多問題啊，印象最深刻一件就係我嘅4年，嗰時前都話3年生，一個唔好讀書小時，真的很不喜歡讀書，超不喜歡。佢考情感功法，當考大飛鼓哈。冇錯。伊講嘅功法係講一個安好人才啊，假使啊我哋小子宮養嘅功法係訓練功法，用嘅功法有道理，用嘅功法有打動人心所以這時間如果我哋訓練差唔多1-2年，如果有個領務局，爭取一個志工，啲開放園區，每啲遊客來行了嘅下嚟可以解說，也吃樣那3年前吃樣。哇，按些朋友哈，非常的勇敢。真的。佢買嘅機會啊，真是咧，如果前面個練習，那麼看到安認真。拿個簡報啊，個銀河灣，真寫實，真記真配咧。都用心。就下個講，高中我個講本唔談冇咯。唔談佢哪樣講做得冇啊？錯。所以我講有啲過程啊，要看到一就佢4年嚟後，而家教育局啊，適性揚才。唔嘅教師也學講發展伊嘅創作，比機會，按你即家伊嘅主動練習迄個吼。人講迄個效果非常好，真勁。人哋太師公沒想到安尼，一開始啊吼，伊做校嘅人啊，全部員工啊要相夫教子，就看高樓廣高去改廣坡。問題是啊吼，你看下100、200、300安尼，2-3年，你呢去搞會變成有金牌導覽員，4-5年個人嘅下邊啊吼，我哋講過嘅咩，9年啦吼，30萬的人全部人安排。
哇，俩最每下疑问哦，系还记得无？所以讲，佢俩就动态嘅变化，同时呢，有大嘅子宫，又有小嘅子宫，印象较深刻嘅，你看到嘅，老太家来讲一下。我记得印象就是刚刚讲到说，校长讲说这些小志工哦，刚开始会觉得好像不敢讲。可是慢慢的，校长在训练过程当中哦，1次2次之后，变得落落大方，很有自信，然后讲出来的话，真的很像小大人哎，而且会打动人心。定一下，他们会喜欢这个故乡，他们觉得说，我身为这个故乡，我在这个地方，我很觉得光荣。然后后来我就又讲回到这个大志工的部分，就是这些志工妈妈，他们有一次跟我讲，他说怡文即使。我觉得听到这些话让我很感动。他说：“怡文，即使现在这里没有人了，但是你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原来我也做得到。”所以规则嘅沙期吼，就变到无强用嘅，唔管做老嫩太细太家做强用，错冇都有改变。同时呢，越来越爱自家嘅故乡，有引以为傲嘅感觉吼。对对哦，正经呢沙期嘅就係細啊，吼，就係靠大家吼，靠教宗啊，還有志工呢，大家來帶領吼。跟有想過冇，所以對學校吼學生嘅，還有自家有帶來乜嘅心態無強用自家嘅心得感想。有冇？像你講咯，好，教授先講。也安尼幾年的經驗嘛，本人的學校是最大的受益者。因為講咯，因為嚇唔講啦，寫字工啊吼，人的基本能力還有訓練，再嚟講話，他一般你全個也個寫作哦，都太都市化嘅，而競爭，你競爭力起來咯，你點樣講？你今年唔係想需要考試，還要有個考試，哦。考試，還有嘛個社團、社團參與的經驗，社團，伊個大家個小志工就一個社團，伊用個規劃伊自家科學團隊，好，用個規劃一個導覽團隊，這年的訓練起來啊，吼，他禮拜伊就他禮拜也參與在高階考試制度、考試的制度啊，吼，伊有個能力，和考到好嘅TV。個有機會俾人看到，但對他想法是安尼啦吼。再嚟聽你啊吼，就是因為人的太子宮就這個人全部自家爸爸媽媽們吼，那如果家庭環境改變啦，唔可能禮拜啊吼，也個自家也同志咧講嘅故事，也係講嘅話題，全部講安尼啥去用改變，安尼也個話用嘅講，藝術嘅場面就出來。哇！真嘅吼，所以從細緻嗰個部分呢，就有提升，有當到嘅經驗，提升自家嘅能力條件，錯冇吼。嘅大嘅呢就改變到自家嘅家庭，大家呢作為老小朋友，馬上有話題好講。對，真的是。所以學校教育跟家庭教育，人講最難，定係後面你可能都希望。哇，真嘅呢非常嘅感動哈！嘅感謝呢，在高中老志工呢，老大家分享到了安泰嘅改變。除了安樣呢，其實佢哋都話非常嘅善忙，還有推動到後面藝術季嘅活動。同時呢，下一團老大家來分享。PD 是最厲害的那個潛水高手。你這樣子看到他這樣潛下去之後，在哪裡？哦，咻，在那個地方。大水漂安有，就是飛過去打水漂這樣。對，也會。然後我就覺得這個地方其實好美，好美，就是它未來我們很希望推動，就是所謂的體驗教育的部分。分享真多安用方法嘅節目現場，你接下來呢，我從兩位嘅貴賓，老大家來分享到了後面藝術季嘅活動，高中還有語文和老大家來講一下，那就活動判斷樣板，同時有乜嘅內容？好後面藝術季啊，是從我哋學校方每班人有一個新年嘅成果發表會啦。我哋是頭擺辦下，你講啊，像一個教師制度裡安尼，
家长吼，人就讲啊，人家像30个生年呢，嘿，高中，你看这家长啊，像20人个人，哎，加迄个无超过50个人安尼啦吼，那就讲哎，可以同个人家个沙期啊吼，有西班牙的马祖。啊，人家按他也马出庙啊，就像那空梯，再落啊吼，人家开始游学落去，佢变新年个表演的舞台，嗰睇一些嘛，有较多人看，係嘛？嚟分享一下。第二人家沙期的吼艺术能量，啊再落吼，人家开始有志工了没？人家开始志工啊，那个志工可以叫人家天书嘛，所以第一排人家用攀哦。T bài à họ, người ta拍一个艺术节啊，人是讲吼 T 个爱薯票，爱薯票，系摸彩券，要提供摸彩品就讲好，我讲只讲会讲，贵辛苦的摸彩品哎呦，为他懂人来，是乐捐的乐捐。第三呢，爱主持人，主持人，全部职工来开通，新年的唱表演，表演，你嘛。结拜吼，结拜个机会啊吼，第一摆表演出来也好，有几多苏北啊吼，唱作乖的，坐轮椅啊，来看表演，可以下啦，30歲好生嘅哦，啲嘅表演乜計啊，嚇一定要上錯冇。其實我個人創作吼係一條歌嘅人，做我愛好美。真嘅，叫做唱一下嚟喎。我先從一個故事講起嚟。唔可以唔記得咯，等下就可以唱咯。所以我方面我去欣賞啊，吼，你搞新年用唱，也要自講啊，因為練習。太夾腔下。太夾腔下菜，用自己菜我方面，全部也台下嘅說白，阿姨言談係，我其實係記得，其實係遊客，差唔多幾十個人遊客。台中的、台南的、台北的來。大家來看，來欣賞。很多地方來的人。可是你畫面啊，我哋講啊，安尼第一步安尼成功。真經，那小朋友呢，大家有去講個舞台哈，同時呢表演呢就本離行來看，然後呢還有彩啲嘅鄉親朋友哈，同時呢兩每一隻學期啦，從嘛哈扮演一擺，每一隻學期呢，大家親無限哈，看愛做小志工哈，又還在打鼓哈練習哈，還要吹直笛，陶笛，又還在呢相聲練口條。真嘅呢多才多藝哈，所以呢高中教育非常嘅成功哈，非常嘅成功因為兩片呢，嘛有看到嘛嘅老太家來分享啦，最後面藝術季嘅部分。其實啊，好美藝術季那時候臨危受命啊，那個校長就是沒有人主持啊，你要不要來主持？其實我很緊張啊，說真話，但是我就一邊主持，然後我一邊看這些孩子他們的呈現真的會讓你覺得說，這不是一般小孩做得出來的，因為你看只有33個學生，要整個要演出將近快2個小時，1個多小時2個小時，所以迷傻追表演青斗紅哈，對，33個，你知道一直都看到同樣的面孔在做很多的事情，真的都是那幾個孩子，然後就覺得說，哇，這些孩子真的是被校長訓練的實在太厲害了，真的說學逗唱樣樣都會，真嘅，真的，所以應該答數一下哦，了不起啊！唔過呢，但係你冇唔記得咯，唱歌嘅，唱歌嘅，盡量嘅怕唔記得。去講下一個曲嗬，一聽呢非常有感情嗬，唱下兩邊唱下嚟唱哦，加油！來去後面啦，來去後面，來去好美，對不對？好美漁村嗬，嚟1、2、3，你若來後面，請你真少看。若有山地，閣有好食的海味，有美麗美人魚，閣有輕薄的大鯊魚。當中若美條馬，閣有你甲我，今日來到這，請你好心情，明日轉來這，一定愛找我。你若來後面，請你真少看。若有山地，閣有我甲我。哇，
非常定义下一首歌曲，所以两下呢一边变到就係後面嘅主打曲，錯冇？所以呢，泰語寫字全部就會唱，哈，同時還會吹那個陶笛，係冇？還有笛子，哈，哇，給李行呢彈到兩首歌曲，應該真歡喜，哈，知道呢？非常嘅神奇。給除了呢，這個後面藝術櫃體擺盤，哈，技術啥，然後呢又擴大，錯冇？哈，有越來越多人，係咪來？你講一下啦盛況。體禮拜藝術櫃啊，哈，我哋就先拜6跟禮拜，拄好去地方唱歌嘅位，我哋這是辦啊，哈。因為不只是主持哦，還會主持咯。主持，你幹嘛給名啊？我們那裡有那個虱目魚香腸，虱目魚香就是大腸包小腸，但是這個小腸呢，就是虱目魚香腸在地的美食。哦，所以係菜體好食嘅東西哈。因為大家要學什麼？本來不會大腸包小腸吧？哈，所以大家會搞唱時常嚟搞，係嘛？對，就是烤其實是一個還蠻艱深的學問，要烤到不能燒焦，有沒有？其實還蠻困難。因為燒烤要做唔得就糊貼啦，我做得賣係嘛？對就賣，嗰個是那有試過多啦。啊，有個時間已經主持家了吼，人個時間有槍。有槍嘛？有槍，人哋沙期嘅，有個藝術團體、音樂團體，有老人家嘅，二胡啊，啊有個我哋人哋嘅有樂齡中心，咩相同有個泰年啦，又可以有國樂，冇咁樣表演，啊，其實新年用咯，新年咩相同有表演，像禮拜藝術櫃人哋表演以後，然後開始就咩相同辦那個園遊會，哦，所以唔可以講2點鐘全部都給3-4-2啊，有假鄉親朋友哈，共用嘅傳唱共下越來越豐富，係嘛？所以辦出新碟出嚟啊！佢還記得有幾多啥冇？幾多時間？嗰時表演咧，我幫人哋請嘅表演團體差唔多有50-60個，再加人哋上次上集，還有差唔多100人，差唔多100個，還有李行，啊李行咯就來去要差唔多1000人到2000人，差不多有一下變暗多哈，佢會緊張冇？小朋友啊，還有做啲相親啊，會緊張冇？冇，因為吼也幾多擺表演的機會啊，是講也擺來去啊，伊有條門啊、房門啊，講唔來呀咧，你感覺近邊咧有乜嘅無腔嘅地方冇？演坐到書台下。4人嘅虱目魚香腸，有領導嘅聲音，包圍風潮，最看表演，你講也個假日生活，非常嘅享受，錯冇哈？看大家呢最愛用心準備嘅表演，同時呢都有菜體嘅美食哈。冇錯，會面，真是會面啊！給志工嘅部分哈，對事前嘅準備，還有建議嘅情況，可以老大家分享一下。未來我們因為我們那裡哈，其實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那裡就是很多的冬候鳥。很多冬候鳥包含這個黑面琵鷺，就是我們的保育類的這個黑面琵鷺，是很可愛的。你如果近距離觀賞，它吃東西的樣子，是因為它的嘴是扁的，所以不是扁的，不是尖的，我們會這樣啄，對不對？它不是，它在吃東西的時候是這樣掃的，掃完之後有吃到東西的。咕嚕吞下去，然後還有我們那裡有很多的黑腹雁，對，動作不一樣。然後還有那個黑面琵，那個就是黑腹燕鷗。我們的黑腹燕很多，還有高翹鴴，還有小屁弟。小屁弟是最厲害的那個潛水高手。你這樣子看到它這樣潛下去之後，在哪裡？哦，咻，在那個地方，它就跑出來。對，大水漂安有，就是飛過去打水漂這樣。對，也會。然後我就覺得這個地方其實好美，就是它未來我們很希望推動，就是所謂的體驗教育的部分。還有就是能夠近距離的觀察生態的部分。這個真的在未來，在台灣我們是叫福爾摩沙。那福爾摩沙就是說，它有很多美麗的東西，其實是等待大家去發掘的。尤其在好美裡，你可以在夕陽下，然後喝個咖啡。
听着轻音乐，看着鸟，哇，多好，好美，真的真的好美，好美。对，这是我们觉得未来想要推的所谓的生态教育的部分，跟所谓的体验教育的部分。游学就会留下来哈，这了较久的喂啊，真的，哇，真劲动力可以称赞到哈。当感谢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用大家提供呢，这一早本来非常传统哈，啲种下嘅一张五种，非常的甜精，然后呢，因为大家嘅大边努力哈，变到呢非常的发跳，青岛人要来了，希望呢，俺哋所有观众朋友，把做得超定扛下来到后面五种呢，来看到大家嘅成果。今日当感谢高总，不敢当，感谢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下礼拜一来后面哦。好，感谢怡文，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安雄方法，俺哋下次再会。透过用高总还有怡文团长的手机，用俺哋爱上的后面五村，嘛爱上的后面国小，肯听大家为到五村的付出，嘛感通其后来的改变。希望大家看到今日节目的播出，就得安排时间来到后面五村行聊聊，轻体力的来认识了美丽的后面五村。